缔造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？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，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。真正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体认到，道是随时随地可以被印证的。许多贤贤得道之后，发出了大诚心、大信心、大智慧，真修真情，皆能参悟到。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，其实在任何时间、空间、万事万物，我们之一生，甚至一草一木，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。其认至此，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。